陳偉霆、洪卓立、巨聲幫嘅胡鴻鈞同陳國峰，仲有小林呢日就出席一個單車比賽活動，睇佢哋全副武裝，仲跨越一個個小山丘，果然有姿勢有實際。奧運唔止引起一股運動熱潮，唔少藝人百忙亦會抽空留意奧運嘅賽事。點知阿 Sa 蔡卓妍就因為喺微博恭賀香港女單車手李慧詩勇奪奧運銅牌，而被內地網友留言狂轟。William 當然力撐女友啦。微博係一個，因為你有得評論嘅一個平台，你就會有一個好嘅聲音，有唔支持嘅聲音啦，即係好正常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自己個人識分析咯。咁同埋我諗好多藝人都會面對過呢個問題嘅，咁所以可能會小題大做嘅，我覺得。咁所以冇乜特別咯，我自己覺得。佢好樂觀嘅，我諗佢即係好快，唔係好快。我諗睇完一陣間就冇事㗎啦。即係我覺得佢應該唔會因為啲咁小事而唔開心。講翻呢個活動啦，原來 William 同阿 Ken 呢對黑白雙煞平時好少踩單車，而 William 仲有童年陰影添啊！我唯一人生嘅呢條啦就係踩單車。睇下先，咦係喎，真係諗住少少喎。嗱，呢條就係踩單車翻嚟㗎。幾多歲啊嗰陣時？好10歲以內咯，唔記得咗啦，即係留到咁耐啊！係啊，好恐怖啊！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好少踩單車。每樣運動都有佢嘅危險性，所以做足熱身同埋安全措施就最緊要。而呢日最有實力嘅參加者一定非過風。